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各位嚟到 Jackie 同 Hannah 嘅證婚儀式，我都好榮幸可以參與其中。先自我介紹，我係今日嘅證婚司儀黃定偉 Eric， 大家好。喺度咧要謹代表雙方主人家同一對新人，多謝各位今日喺百忙之中去見證一對新人咁重要嘅時刻，因為你哋在座每一位都係一對新人成長階段好重要嘅一份子。而喺度要講翻一對新人，喺緣分嘅牽引之下，佢哋相識、相遇、相知、相愛，佢哋欣賞彼此嘅優點，包容對方嘅缺點。到今日喺大家嘅見證之下，步入人生幸福嘅殿堂。再喺度，我哋一齊用熱烈嘅掌聲祝賀一對新人，百年好合，永結同心。嚟到呢個嘅時間，係時候邀請一對新人出嚟同大家見面啦。現在先請大家用熱烈嘅掌聲，俾我哋今日嘅男主角新郎哥可以起立，可以去到特定嘅位置迎接你美麗嘅新娘子啦。接住落嚟，請大家繼續保持你哋嘅掌聲同埋歡呼聲，俾我哋嘅新娘子由爸爸陪同進場。而家外父大人已經帶埋佢寶貝嘅女女去到新郎哥嘅面前，而家請外父大人可以將女女嘅手交俾新郎哥，願意責任嘅交替，從此之後，新郎哥就會肩負住照顧新娘子一生一世嘅責任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有請外父將女女嘅手交俾新郎哥。學寫字到行路到今日都係由佢見證住，唔該晒外父大人可以移步回座，跟住請大家用熱烈嘅掌聲俾我哋一對新人可以步上我哋幸福嘅舞台。請一對新人可以係一步一步嚟到我哋呢個舞台，同我哋咁多位嘅來賓去見面，我哋一齊用掌聲送俾佢哋好嗎？最後請一對新人華麗轉身望住我哋咁多嘅來賓。接住落嚟，我哋一對準新人將會進行一個莊嚴嘅證婚儀式，而為咗令到證婚儀式喺莊嚴嘅氣氛下進行，有請各位來賓保持安靜。多謝各位合作，證婚儀式現在開始，將時間交俾今日嘅婚姻監禮人伍律師。好，唔該晒 David。